南投民間鄉反分化路自救會佇咧分化路的預定地安設紅外線自動翕相機，7月29和8月19攏有翕到這石虎。自救會佇今仔日也公布這影像，要求縣政府就要停止開發。想要到這環保局說講呢，目前是無法度確認講這影片的正確性，後續會以正式的數據生態調查結果為準。去天工作處保護長山農民。民間鄉反分化路自救會甲台灣石虎保育協會、中華環保聯盟等團體27早起，擱佇南投縣本所分化路有定地抗議，因為因最近一年已經佇周圍記錄到保育類野生動物石虎的影像。今年7月中佇有定地設紅外線自動相機了後，7月底甲8月中都2擺翕到石虎，證實這就是石虎重要的生態地。這隻石虎就是這一邊的獨眼石虎，它應該是會穿過道路過來這邊，所以我們很擔心它將來如果分化路蓋下去會被路殺，甚至會把它的棲地破碎化。民間人反對，國內所有的愛茶的這些愛好者，大家都反對把分化路蓋在一個這麼重要的石虎的棲地，這麼重要的一個這個農特區。自救會認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有不得騷擾野生動物等規定，縣府應該正視石虎現狀所代表的法律責任，要求馬上停止相關開發。不過南投縣環保局回應，無法度確認信息的正確性，以用正式生態調查為準。沒有辦法依照這個片面的資訊來做停工的工作。好，那我們也依照環評承諾的部分，我們就開始會執行地質鑽探，還有地下水監測以及後續生態的調查。那我們會依照正式生態調查的結果來進行後續的工作。環保局表示，目前有定地進行地質調查、地下水監測，完成地質偵探了後，佮進行數據生態調查。那調查開始發現石虎，會採取回避、縮小、減輕甲補償等方式，降低分化廠開發對石虎造成的影響。記者綜合報道。